好，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們，大家好，我係歐陽傳道，歡迎咧大家嚟到我哋就嚟舉辦一個咁多年嚟最受歡迎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個講座、一個工作坊，叫做原生家庭性格分析工作坊。嗱，今日咧，我想用幾分鐘嘅時間同大家分一分享。你哋嚟到呢個簡介會嘅時候，最大嘅得着係啲乜嘢？各位，你將會得到一個機會，係持續地學習心理治療各門各派最重要嘅核心同最重要嘅科技。你藉住各門各派嘅專業技術，第一，你能夠幫助自己嘅心理、情緒、行為成長；第二，你可以藉此幫助你身邊嘅人去保守佢哋。換句話講，你可以一生一世守望你自己，同埋你守望身邊每一個人。弟兄姊妹，事情係咁噶，大家望一望呢一幅圖呢，係一個叫做世界衛生組織。佢喺2015年嘅時候呢，佢向全球宣布過一個警號。呢個警號呢，佢話當踏入2018年之後，全球會有1/4會受到各式各樣嘅精神壓力啊、家庭問題，例如抑鬱啊、躁狂啊、焦慮等等嘅問題困擾嘅。而呢一啲來自精神困擾或者家庭問題嘅壓力呢，會好快成為全球嘅第二大殺手。所以世衛想提醒所有人，情緒問題、婚姻問題、家庭問題帶嚟嘅情緒困擾，會成為人類嘅災難殺手之一。弟兄姊妹，你今日打開新聞，你會見到好多嘅命案、血案、慘案，好多都係來自精神問題、情緒同埋家庭嘅糾纏嘅吓。當我2018年、2013年我讀完婚姻家庭治療之後呢，我繼續返堂會做我嘅牧養工作。喺裏邊我發覺唔少嘅弟兄姊妹、唔少嘅同事們、朋友們，佢的而且確好似世衛話齋，佢哋充滿咗好多嘅情緒家庭問題。而呢一個情況呢，唔係一路好轉，係越嚟越嚴重。再加上呢，我哋中國人文化有一樣嘢叫做家醜不出外傳，所以好多人迴避，好多人唔正視家庭問題。就算想處理嘅時候呢，亦都好難揾到一個治療學者去幫手。我記得有個弟兄姊妹，佢的而且確係有好嚴重嘅焦慮，咁但係呢，佢揾唔到一個基督徒嘅心理學者去幫手，所以佢就冇處理到。好啦，就算揾到啦，個費用你估貴唔貴啊？一般嘅治療見面，一般嘅輔導費用，一般情況都要800至1500一個小時，唔知你覺得平定係貴呢？吓？而且如果治療嘅時間唔夠長，治療係唔深入，唔深入嘅時候呢，問題復發機會呢係極高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我13年家庭治療畢業之後，其實我唔係好想做啲1對1嘅輔導訓練。換句話講呢，我唔想弟兄姊妹朋友們呢係有事嘅時候先至去治療，
咁我調轉，我想喺之前做一啲嘢，我想喺教會裏邊開班，將我所認識嘅心理治療、家庭治療做預防嘅工作，喺大家未有事嘅時候，我教晒俾大家，教晒俾你哋呢，你哋就會喺預防嗰度做得好啦。仲有一件事係非常重要嘅係，我入唔到你間屋，你先至係你家庭裏邊嘅真正主人翁。而你因為入到屋呢，所以你能夠將一路潛藏於你內心、潛藏於你嘅婚姻家庭嘅根源呢，治療得好啊！各位，有一本1980年代好重要嘅書，後尾得咗獎嘅，叫做《家庭會傷人》。聽過呢本書未？呢本書想話俾大家聽，屋企人冇一個係全心不良，想全心傷害你，但係大家係唔知道原來自己咁做，自己咁樣講嘢呢，係傷害咗你啊！所以大家喺不知不覺之間呢，係互相張力、互相仇視、互相誤會、互相咧不斷去廝殺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情緒問題、家庭問題嘅根源一路係好高漲啊！所以我希望嚟緊喺網上為大家開班嘅時候，最終嘅培訓目標係將大家培訓成為基督教嘅家庭同心理治療師，讓到你哋有足夠嘅知識、足夠嘅專業技巧，可以一生一世守望身邊嘅人。弟兄姊妹，右下角有一本叫做《心理學通史》，喺呢本書裏邊呢，佢提及過好重要嘅4個階梯、4個門派啊。喺一個心理學嘅巨人，可能你聽過呢個名嘅，叫做弗洛伊德，係咪？弗洛伊德喺1908年嘅時候咧，佢寫咗2本書，一本叫《夢的分析》，另一本叫做《精神分析學引論》。佢將談話治療，即係今天嘅心理治療科學嘅期開啟咗。佢開啟咗第一門派，叫做心理分析。去到50年代咧，有第2個學派冒起咯，叫做行為治療。行為治療雄霸咗，我相信心理學界有30至40年，好多國家、好多政府、好多嘅培訓咧，都係用行為治療噶。去到70年代咧，第3波嘅人本治療開始冒起。人本治療認為人係有無限、無盡、無窮嘅潛能係可以發揮嘅。去到1990年代咧，人本治療嘅重要領軍者、重要宗師馬斯洛博士佢哋咧，就再開啟咗最後一個門派，第4門派，叫做超個人心理治療。喺超個人心理治療底下咧，就再衍生咗家庭治療，同埋我哋用咗2000年嘅信仰治療，成為咗成個世界好緊要嘅祝福啦！各位嗱，弟兄姊妹，今日講咗好多好重要嘅嘢俾大家聽。你哋嚟得原生家庭學習嘅時候咧，我要你哋呢頂級嘅4大派，按住次序、按部就班，將裏邊嘅靈魂去學習、去拿捏㗎。你有足夠嘅工具，你有足夠嘅治療觀點咧，你可以處理到自己、家人同埋身邊好多世界萬事。好嗱，弟兄姊妹，今日嘅短片講住咁多，盼望嚟緊嘅原生
家庭性格分析工作坊，我哋再見，正式展開你嘅專業學習之旅，好嗎？好，再見各位，拜拜。